正统罗里门新宝庙中元节举办公谱，好城地区11个角头献上新礼，加上袂少水果、糖仔饼、饮料等祭品占卜。广场将近1000张讲道，场面相当壮观。庙方也阁互信众自由认购普渡礼盒仔，祭拜了后，捐予社会落实。咱伫民国111年开始办，当时所有先大家捐的这个赠品，大概有差不多700份，1400到今仔日第4年，已经增加到差不多1倍。今年总共有2500份奖品，买予台南市的食物银行以及侪侪弱势团体机构、立委陈廷辉、甲市府民政局、社会局等单位，拢到场共同主持捐赠仪式，见证信用化作公益的时刻。受赠单位嘛一一回赠感谢状，表示会马上发送予有需要的人。咱希望讲汇集更较侪人的力量，会当帮忙更较侪团体。所以咱真正，咱新宝庙，我们真的做到了。这是一个宗教信用甲咱公益的一个结合啦吼。我相信咱地方台南是众神之都，希望讲所有咱的宗教团体拢共同对咱这个地方咱弱势照顾。第一线来帮助咱来照顾弱势朋友，所以借着这个机会嘛，掌声甲这弱势团体鼓励一下，安尼好啊好。伫物件逐项拢起的大环境当中，发挥宗教行善功用，帮助弱势，同时抛砖引玉，互善念号召更较侪人，替社会注入温暖的力量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